诗吗？布施不是有面诗吗？不是有言语的吗？舌灿莲花吗？这么吝啬，连都不要，我不爱破公安话哟。到这边吃亏的是你们呐！有机会有平台，让你们能够去付出，让你们能够去布施，就要好好的去把握呀。或许时常都非常的感激天恩师德，因为爸爸妈妈还健在，我们才有行孝的机会，不是吗？你如果说父母亲不在，你怎么行孝？所以一定要好好的去把握机会呀。你看有前景还在旁边，所以呢，你应该呢才有让你怎么样，尊前导后的机会嘛，对吧？有点传师在，你才可以利用这个机会跟点传师请安问好嘛，开个玩笑。其实点传师也是很忙啊，那么假借分点啊，点传师跟你参过价，马上要喷饭呢，我听不人呢。其实我们也是，我们只是一个工具，去成就你，知道没有？尊前而已呢，我们也只是一个工具耶，是吗？所以呢，因为有父母在，那我们有机会行孝，因为你有后学在，所以你可以发挥你的爱心来去导后。那么，所以后学刚才讲到了，嘴巴要什么？尽量的时候呢，可以肯定别人，就肯定别人。你应该先肯定别人，然后再来 but， 只是菜再淡一点，再咸一点，你看人家接受的多高兴。这个就是夫妻相处，这就是跟我们后学晚辈在一起的时候，你要答应他。比如说国父孙中山先生，他也是一样啊，他用三明治的哲学。比如说看到了自己的这一些的党员啊，他组织里面啊，这一些后进啊，有一些问题，他会先肯定，你是本组织的台柱，你是本组织的栋梁，我们非你不可，缺少你不可啊！谢谢你这几年来对组织的付出，只是 but 来了，他真的要引导他的来了。我在某年某月某日某时的时候，看到你在讲，在挑拨某一个人的思维，我觉得你在步着我的后尘。你看多优秀！讲到别人的缺点的时候，说你是步着我的后尘。我以前也是这样子，但是我吃了亏。你是本公司的栋梁，你是本公司的台柱，我不想你以后也步着后尘吃那一个大亏。加油！对你有希望，对你有信心，有你真好，拥抱。哇，对方感动到马上改过，这样知道没有？你马上就立即在里面，别挑拨。你看你干嘛？没有肯定，马上就说对方的缺点。纵然知道自己的错，他也不信道哇你够，他不会听你的建议。一个人总是要有一个面子。所以后学长久以来，不管是在成大当主管，或者是现在在环球当院长，都是用行动管理。发生了一些人事的问题，后学一定会到他的面前，就是要这样子在私下来说的一个力量。你在下面就是说的，一直夸奖他。最后说卖给院长一个面子好吗？这位主任，明年开会的时候，你就接受那个老师的道歉，然后呢，帮助他一下好吗？好了，院长，你讲啊你呀，对不对？哎呀，没问题的，没问题。你看私下就解决掉。你不要在台面，你要是在台面，有时候人家为了面子，所以这个在领导上面，有时候叫行动。做下去，我就走到你的家，我就跟你解决问题，巧平，就是如此而已啊。所以我向来就是这么样。所以这个是后学的一点建议嘛，嘴巴你就是天定，就是一直肯定。你不要像有一个的妇女，那个这一位的婚闹，那长期在成大就是上了我很多的那一种学婚班。所以有一次呢，那么他到我的办公室就是说了，教授啊，应该是我先生来听你的课，结果我一直成长，他一直堕落。
呀，我应该鼓励他，但是他又不要了。嫁给他真倒霉呀！结婚了10年啦，我煮晚餐这么辛苦啊。他一回家呀，从来没有肯定哦。他都拿报纸啊，在客厅拿报纸，然后就就餐桌位哦。然后呢，看报纸夹饭哦，一边看报纸一边都夹得到菜哦。弄喂，那夹得到哦，晃都可以晃到嘴巴，不是鼻子。哎呦，有时候问他，我今天新煮的一道菜哦，苦瓜炖什么，焗烤什么，你刚才吃起来怎么样哦？有吗？你刚才有煮苦瓜吗？你们拜托，苦瓜这么苦，你们吃不出？你到底你嘴巴有没有知觉呀？那确实那个不好。